屬羊嘅你咧，今年無論桃花或者係財運都排第9喎。咁雖然排第9，其實你又唔係話太差嘅，不過可能其他生肖好過你咁解啫。因為今年蛇年你去到羊咧，叫做太歲爻合。爻合咩意思係？原來有遠方貴人輔助，所以屬羊嘅你，如果你做啲生意或者做職業咧，就係要去遠方或者同遠方人聯絡咧，咁你係有幫助噶。不過屬羊點解排第9咧？因為今年一粒吉星都冇，又唔係桃花年，不過又唔係嗌交年喎。因為今年爻合嘅意思，感情實屬於比較穩定嘅。但係因為唔係桃花年，單身嘅咧，如果想認識異性，今年機會又唔係話好大㗎。咁唯有睇下啲桃花月份啦。因為今年1月同7月咧就桃花月比較重嘅，咁睇下會唔會桃花月帶到少少桃花機會俾你啦。咁空星有咩啊？空星有月煞、大煞、飛廉、炮尾、喪門、地喪都冇代表嘅喎。咁即係今年吉星又冇，空星又完全冇乜代表，完全靠個人力量啦。所以今年屬羊又唔係話太差㗎。咁當然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出世先知好唔好運啦。咁如果你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因為你寒命，而家2025開始3年大火年，所以今年入到夏天5月6之後咧，有新機會去放膽嘗試，無論投資又好轉工又好，其實都係可以適宜嘅。咁但係相反，如果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今年運氣又冇乜貴人輔助，又冇乜吉星，運氣又麻麻地，所以樣嘢記住要退守，要守到2028秋天先至輪到你嘅好運啊！想快一步知道蛇年運程係點，又想知幾時有桃花，更想知我點睇蛇年嘅投資走勢，仲有事業運、健康運、姻緣運，樣樣都想睇高一線。大家記住留意9月底出版嘅蘇文峰2025蛇年運程啦。邊度買到？三聯、商務、中華、天地同埋各大書報攤、便利店都有得賣㗎。睇蘇文峰2025蛇年運程，梗係要睇正版啦。其他網上流傳嘅千祈唔好信啦，都係假㗎。如果睇錯嘢、揀錯吉日、擺錯風水話，咁就大件事啦。咁就係連大